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各位的朋友平安。最近咱伫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个瘟疫，遍漫全世界，逐个人的心中拢非常惊吓，无平安。有的听到说伊所认捌的人，伊的一家朋友，也是得到这个病疫，有的甚至假信，心内不免真艰苦心、烦恼，甚至惊吓。因惊有一日可能家己也是会得到。兄弟姊妹，咱就彼此鼓励，彼此安慰。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上帝话，搁较是咱的力量。咱要依靠上帝来过这个难关，来经过这个难关。各位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现在是活伫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当中，罪恶弥漫世界逐个角落，逐所在拢有危机，逐所在拢有危险，逐个所在拢有苦难。所以苦难呢，真侪款，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家庭的危机，生理工作的危机。可能也是身体健康出了危机，感情上的危机，心理上的危机，社会国家的危机，等等等等。总之，咱伫这个世界中，对古早到今仔日，这个危机拢无离开这个世界，苦难，逐个时刻。逐个时代拢有。当咱在危机临到咱的时阵，咱就想到要怎样应付呢？当危难临到的时阵，咱要怎样用什么办法来将危机转化成做机会？或者将患难来转化为上帝的祝福呢？这个是一个真艰巨、真重要的问题。人总是要问：人的患难、人的所谓灾难、苦难，对什么所在来啊？救军对军救队。这个人间的苦难是对一粒粒来的，一粒粒是什么呢？就是罪的问题。咱中国里这个罪是怎样写的？有的人是讲到一粒死，这两三死的死，下面一粒是非的非其实迄个道理并不是安尼讲法。说文解理当中讲到迄个罪是顶面是一粒梦呢。梦是啥物意思啊？就希望的梦，发梦的梦。下骹是一粒非呢，非就是是非的非，犯错的非，犯罪的非。这个非就是毋着过错罪恶的非。顶骹这个梦是代表这个发梦恢恢疏而不漏，法王恢恢疏而不漏。人犯罪就是犯法，政府拢想办法要将犯法的人甲你抓来。所以有诶真侪人犯罪，逃到逐个所在，真侪所在去，要逃离这个
政府律法的制裁甲批掠，所以因心中无平安，无喜乐。虽然因着犯罪得了一件财物，但是心中无平安，无法能真正来享受这财物。罪的问题实在是咱人生当中、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真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我要用《孙子兵法》当中开始的几句话来讲到这个罪的代志的重要性。孙子讲伊说兵者是国之大事，牺牲之对，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就是说，这个军事这项代志是国家一项真重要、真大的代志，是这个国家生存甲灭亡的道理。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将领也是做头的，无法通说无去纠察、无去研究，应该要小心的、详细来研究这个军事的代志，因为这项对国家生死存亡实在是太过重要了。咱那么用这个《孙子兵法》这句话来用这个罪的这个解释来讲，咱会通安尼讲，罪者是生命的大事，是生死之对，存亡之道是不可不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罪这项大事是人的生命一生当中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人的生死存亡，人的今生甲来生，你去到倒落，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咱人我哋这个世界对这个罪的问题，不能甲你当作一项无重要的代志，乃是将伊看真重的代志、真重要的代志。咱应该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圣经当中有几节的圣经节就是伫箴言第6章第16节到第19节，只得讲到7项的罪。我要来读这段圣经互大家听。这就是伫箴言的第6章第16节到第19节，只得安尼讲：耶和华所分恶的有6项，连伊心中所憎恶的，共有7项。头一项是第17节讲，就是高傲的眼第二就是讲木影话的指头，第三就是流无辜人的血，第四就是图谋恶假的心，第五就是飞跑行恶的脚，第六吐谎言的假见证，第7项就是伫兄弟当中播散纷争的人。圣经讲，这7项是上帝所憎恶、所无爱、所厌恶的罪。今仔日借着这机会来讲到这7项的代志。头一项呢，就是高傲的言，就是真高傲的目睭，也就是骄傲、骄傲的心。咱有一句话：心高气傲，心高气傲，
就是讲到骄傲，人心的骄傲，还是讲到恶人会炫耀，要炫耀家己的本事啊，即款的情形，叫伊的成就啊。伫属灵顶面啊，也就是讲到这个人若背叛上帝，就向上帝来挑战，说我偌有本事，我真有能力，无需要上帝咯。甚至连上帝的恩典将看轻咯，看轻上帝的恩典，无尊重上帝这款内心的态度，藐视上帝的存在。真骄傲、真傲慢的态度，并且自夸，讲到人定胜天，我真有本事，我逐项拢会，无需要上帝咯，我有法通做我所要做的代志，用这款骄傲的态度，有一款的心态啊，实在是真危险的，因为这款骄傲啊。那是撒旦堕落的原因。魔鬼撒旦怎样堕落呢？咱伫这个圣经当中，拢知影这项代志。伫圣经内面啊，简单讲，咱来看啊，即在圣经哈。伫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第15节，圣经怎样讲啊？这魔鬼啊，本来是明亮之星啊！咱来看这段圣经是怎样讲下？第14章以赛亚书第14章14章。第12节安尼讲，明亮之星，早起之子你竟然对天坠落来，你这个攻败列国的，竟然被砍倒伫地顶呢？你心不安尼讲，我要升到天顶，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伫众星之上，我要坐伫诸火的山顶，伫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至高云之上，我要甲至上者同等啊，就是要甲上帝同等。这几节啊，就是讲到魔鬼撒旦因着骄傲就堕落就真做撒旦魔鬼咧伫世间陷害人，伊亲像一只嚎叫的狗底来找要吞食的人，来陷害人骄傲实在是一项真危险的代志，不然圣经袂安尼讲。但是相反的，上帝伫圣经当中安尼讲，伊讲自卑的人必成高。路加福音14章11节安尼讲，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意思就是凡自高自大的人、骄傲的人，有一日要降为卑；自卑谦卑的人要升为高、升为高。上帝要甲提升起来。咱人要学习谦卑毋通逃脱上帝的荣耀。人有成就，人做一件成绩出来就骄傲了，伊心内骄傲就目空一切。什么叫目空一切呢？伊目睭看轻别人，将家己夹较真悬。当伊真悬的时阵，看唔起人的时阵，伊有一个人要教伊当中聪明的人，伊将伊打压落去，就是要甲伊拍压，要将伊压落去，将别人压落去，将家己抬高起来，就看不起别人
这款的心态的人啊，伫伊的生命当中啊，就无一个进取心啊，就停止进步咯。啊，伊属灵顶面啊，也是无倚靠上帝咯。讲我真有本事，我无需要倚靠神，我靠家己的力量就有法通来解决我家己的问题。这款是真危险啊！这款是托魔鬼伫伊的内面啊来留地步，魔鬼就真容易来将伊拍倒，跟试探，互伊绊倒，并且要陷害伊。这是头一项，咱着注意，人有一个骄傲的心，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第二项是啥物呢？就是讲无影撒谎的舌头，就讲无影话的字啊。这一个人啊，做代志，无论是经常做生意，咱伫这个社会中真重要的一项，就是讲到诚实，就是要有诚信。诚信就是诚实有信用的意思。诚信啊，伫现在的人口中啊，真少看见了，愈来愈少了。真侪人就是想要对用欺诈、讲无影的话啊，来骗取别人的财物啊！只要有钱通赚，只要有利可图啊！伊只要用各款的技巧、各款的谎言来诈骗，要用各种的方法来骗行别人的财物啊！但是咱无想到，人得手是一时的，但是人无法通欺骗一生。有一日，伊的欺骗拢会被发现。讲无影话，欺骗，伊的良心一定无平安。就是伊赚了全世界啊，伊心中也无平安。有一日啊，拢要丧失生命啊！所以伊的财物要去倒落啊，伊要归托谁啊？这个人有法通真正互伊得到安心的啊！就是凭着伊的真才实力啊，用劳心劳力啊所得来的，血汗得来的这财物啊，才是有法通心安理得啊！心安理得的，就是说我得来的这物件是正正当当的，我毋是不义之财。我毋是不义的财迷来得来，毋是用手段无好的手段陷害别人来得来。所以这个撒谎的舌头啊，咱得注意。圣经讲啊，咱逐项物件拢经过控制，独这个字啊，虽然是水，是真艰苦控制，求上帝怜悯咱。马太福音啊。第12章36節，安尼甲咱講，耶穌講：我又閣甲恁講，凡若是人所講的謊話啊，即個謊話就是無影話還是講人歹話佇審判的日子啊，必要句句供出來，就是人佇暗中所講出來的無影話啊。將來神審判的時節啊，逐句攏要講出來，要互上帝知影人咧講，上帝會聽見；人咧做，上帝會看見。馬太福音第5章第37節安尼講，伊講恁的話吼，若是就講是，毋是。就講毋是，若是假講吼，就是出於迄個惡者魔鬼。所以咱就小心啊，咱嘴中的言語啊，應該要小心不然啊，有一日啊，咱跩話攏要供出來，佇審判的日子啊，攏要顯明出來。第3項，上帝所無愛的
所掩护的会做是啥物啊？老无辜人的血，就是老人的血，就是杀害人生命所流出来的血，这个是真可怕的将这个孤儿寡妇，这个无干什么代志将人害命，将这个别人的钱财甲伊抢劫来害人把伊拍死，然后将伊抢来。伫摩西的律法10条诫命当中的第6条，讲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伊讲凡流血的、流人血的、流别人血的，伊的血也的确要替别人流出来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意思就是说，你一阵流别人的血，将人杀害，可能有一日你的血，别人也是要流你的血。所以这项是真可怕的一个报应一个可怕的报应。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是照着家己的形象做的。这个人对其他的人的生命无尊重，随便的杀害，这是对上帝的无尊敬是侮辱上帝。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按照上帝家己的形象做的人无尊重人，就是无尊重上帝譬如咱看到这历史上有真侪不义的战争、无公义的战争，有真侪侵略的战争，拢是流别人的血对这个国家去侵略别个国家，为着要夺取别人的资源、占人的土地，就是派兵出去添炸弹将迄代人赶尽杀绝，将迄代人害死所以这个是真可怕的罪恶，这是上帝所厌恶的罪恶。但是政府无常咯，政府审判罪人，将这个罪人用律法跟这个人立来，应该审判伊怎样，就应该怎样。所以政府有权利来行使律法性或律法顶面的规定的这款的权利。伫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4到第41节讲伊说做官的人是上帝的仆人咧服侍上帝是为着迄心愿的是迄刑罚罪恶的人来设的。所以讲到这个做官的是上帝的仆人来为上帝来办代志的所以应该就用公义，用这个律法人来行使伊的权限今仔日咱伫这个世界顶面，枪击将枪实在是泛滥咯，来到泛滥的地步。就是现在真侪人可以用金钱随便就来买枪击当因拥有这个枪击的时阵，因这个甲人有仇恨，还是受欺负一个人，还是或者是互人欺负，还是对无人的不满的时阵伊就架起枪来，伫学堂的内面，伫公共的场所，伫营戏厅咧，伫任何这个所在伊就发人将这个人拍死，流人的血。今仔日流人的血，实在是逐个国家拢发生。2018年，美国对伫死伫这个用枪的暴力、枪击暴力的这项代志
死的人吼，已经有14700几个人死伫这款枪击暴乱的当中，受伤的人有28172人，其中未成年的青年人死伤的有3500几个人，所以咱可见这项是真可怕的一项代志。圣经讲唔通杀人不可杀人世界中流血冤死的人唔知影偌济艰苦计算，这死者死的人，拢是因着人的罪甲罪有关系，甲这个罪有关系，流人血的有真侪款的情形，有的是情杀案，有的是仇杀案、报仇，有的是谋杀案，贪财来杀害别人，有的是发脾气、生气、愤怒对人的愤怒，将一个人给杀死；有的出于怨妒来拍死人；有的是绑票来拍死人；有的抢劫，有的是怨愤有的是贪财，有各款的欲望来得到，来满足伊的欲望，来害人流血。这是上帝所愤恶的一项代志，流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第4项就是图谋恶假的心，就是设计来谋害来害别人的这个心。这是记载伫箴言第6章18節。罪惡的心真可怕，比迄個冠狀肺炎病毒更較可怕。為什麼呢？聖經講伊說去害人的身體，無法通害人靈魂的，你唔免驚伊。獨有迄個能力，將身體甲靈魂攏滅佇迄個地獄內面的，才通驚伊。所以聖經講的實真對伊說有法通害身軀，無法通害靈魂的，毋是真可怕。獨有法通將身體甲靈魂的來滅佇迄個永遠的地獄內面，才是可怕的代志。咱看一個惡毒的心，就想辦法設計要來陷害別人，害人的命，要害人的生理，要做害人破裂家庭破裂的代志，一切做害人的基地。將來有一日，上帝要審判因，因的下場是啥物呢？非常可怕，就是身體甲靈魂都要滅佇地獄內面啊！第5項就是飛跑行惡的腳，就是看到倒落有罪惡，倒落有錢通人趁，有利可圖，就是用各款的無好的方法，伊也是要去做，唔但係想要做，而且是真緊的去做，就是飛跑行惡的腳。咱最近看去有的人真濟在生理有利可圖的有的人就是做假藥，做假藥，哇！伊講說有利可圖，有人製造叫蠍豆，假的蠍豆，無合格的蠍豆，說有利可圖的時陣，就真緊的就走去創出來代志，所以這個是真可怕的。有一日可能伊得手咯，但是有一日疲劣咯，唔但充公罰錢，甚至坐監，所以伊的報應會臨到伊啊。所以這項也是上帝所厭惡的。第6項是講到
讨方言的假见证，做假见证啊！伫法庭内面做假见证啊！被发现啊，伊的罪就搁较重了啊！伫摩西的10条诫命当中的第9条，伊讲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出埃及记20章16节，安尼讲，各位，你是毋是曾经犯过这一条呢？有个人讲说，无啊，我无做假见证啊。好，无论是有还是无，你家己知。但是上帝也知影，上帝伊听见咱讲的每一句话。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因为咱伫暗中所讲的每一句话，伫审判的时阵，就是上帝审判世间人的时阵，逐句拢要讲出来，拢要讲出来，拢要显明出来，拢要显明出来，叫人不可推诿啊！人无法人提示，无法人说无影啊！上帝是万能万智的上帝啊！最后一项呢，就是伫兄弟当中啊，播散纷争的人，播散纷争的意思，就是别人好好将人分拆了，播散纷争，互因两个相拍冤家不和形成来形成混乱，伫背后讲人歹话，还是诽谤别人，传播谣言。什么叫谣言啊？讲无影的代志，无影的话，为着要破坏或者伊的目的就是要互人的家庭分裂，到兄弟当中起冤家，伫兄弟姊妹当中不和，伫公司的同事当中不和，伫社会当中产生误会，产生混乱，就人心的攻击，叫族群的敌死，还是仇视最近咱这世界发生的一个冠状病毒的代志真侪人来怪罪中国人有时将一个韩国人连带是中国人伫厕所互人拍、互人骗这是一个朋友跟我讲的。耶稣基督伫这个八福当中马太福音第5章第6节，安尼讲：讨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的确要成为神的儿女，像做神的囝儿。这讨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啊，因为因要称呼像做神的囝儿。讨人和睦的相反面是什么啊？就是彼此纷争。彼此纷争，讨人彼此纷争，毋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所分恶的。咱做这个神的囝儿，咱是要互人和睦，将无和睦的代志、无和好的代志，甲你讲，互因讲好，互因都和好起来。这是做基督徒、做神的囝儿的本分因为圣经讲，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的确要成为上帝的囝儿。有的人讲伊是基督徒，有的国家讲伊是基督教的国家，因是神的囝儿但是这些人有的是到底分裂别人，分裂别人的国家，来捣乱社会混乱制造混乱
互民族当中啊，社会的人当中啊，来民攻拍民，国攻拍国，这就是有人制作出来啊，因做搞纷争的人啊，还是国家应该着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因为啊，上帝是公义的，有一日伫上帝审判世间人的时阵，因要向上帝负责任，这是真可怕的一项代志。所以人应该着小心，毋通伫兄弟当中、众人当中、教会当中、社会当中来制造纷争。伫上帝里面，咱伫这个世界当中有真侪罪恶，罪恶伊伫啊到人都伫患难，陷伫患难当中，陷人伫这个危机当中啊，所以神互人一个机会，要互因啊伫患难当中有一个转机。要将患难还是危机来转变，成做上帝的祝福。要怎样呢？伫历代旧约的历代记下啊，第7章12节到第15节，安尼甲咱讲，一段圣经哈，对咱真重要，也是咱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了后，认清家己的本分，然后提起了罪无应该做恶行，伫上帝面头前谦卑，上帝会赦免咱，上帝要治理咱，要医治咱。圣经是安尼讲，伊说这个称为我名的子民啊，那是自卑。基督祈求神的面，转离因的恶行。我的确要对天顶来垂听因，要来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啊，这是真大的这个机会，互咱伫苦难当中转换，成做上帝的祝福。伫这段圣经当中啊。头一项重点是叫咱着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头一项是啥物呢？咱有一个骄傲的心，圣经甲咱讲，是咱着自卑、谦卑家己，无搁再有骄傲，真空坎，自高自大，轻看神，无仰望上帝，叫咱着自卑。第二项着祈祷什么呢？向神认罪，咱顶摆所犯的罪，求神赦免咱。因为咱一日若无认罪，咱心内一日就无平安。第三项就是着祈求神的面，神的话语要指引咱的路，圣灵的光要照亮咱内心的怀罪恶，来引带咱。行伫正路内面，咱有法人请教会兄弟姊妹、牧师、传道人来帮助咱，甲因三合做一个祈祷，来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搁一项就是着转离恶行，咱顶摆爱跋筊的、爱追究的、爱嫖的、爱骗的、杀人放火。做不法的代志的，就离开了这恶行，毋通搁再做了。因为咱若搁再做，来认罪悔而不改，无重要。悔就是哎呀，我毋对了，我毋对。但是以后呢，还再搁再去做，这个是悔而不改。上帝爱咱做认罪的悔改。伫以上。这几项当中，咱也一直向神、上帝慈悲、认罪悔改，上帝的祝福啊，就临到咱了。
就临到咱咯，哈。说落去呢，就是结果是怎样呢？当咱伫上帝面头前来认罪悔改的时阵，上帝祝福要临到咱。圣经是安尼讲，神要对天顶要垂听咱的祈祷，人会忏悔，人伫上帝面头前会悔改，神无轻看即款悔改的心。而且咱悔改就甲行为相称，意思就咱悔改了，咱的行为就有改变。上帝就要赦免咱的罪，而且要医治咱的罪，这个罪的意思是啥物呢？毋但要医治咱这个人，也医治这个罪。人的犯罪来牵涉到这个罪的代志。因为真侪侪人会贪心，会无止境的来毁坏这个大自然，引起到什么洪穷之灾咯，这个对无生产咯，旱灾咯，水灾咯，各款的，连这个对也受影响咯。所以，人应该好好伫上帝面头前来反省家己，应该着谦卑的认罪悔改，无搁再伤天害理咯。上帝的祝福就临到咱。那最后呢，来讲到这个人呐，认罪悔改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上帝就要赦免因，并且要撤去、要取消上帝的刑罚。有一摆这个先知叫做约拿，上帝差遣伊到一个大城市叫做尼尼微的这个大城市，去传达上帝的信息，叫这个城市的人就离开了罪恶，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不然上帝就要降临伊的刑罚来灭绝这个城市了。经过拿亚经历到这件代志了后，最后行到这个大城市，就向在百姓的人、尼尼微的大城市的人来传达上帝的意思，叫因着认罪悔改来归向上帝，不然上帝的刑罚就要临到这个城市。结果呢，这个城市听到这个信息了后，就认罪悔改，因就伫上帝面前来敬谢祈祷，对少年甲大人拢是安尼做。结果呢，上帝听了因的祈祷，就无搁再来灭绝这个城市咯。抑佫有这个浪子回头，咱拢真熟悉。浪子的披露的意思，就是要叫人甲上帝来继续有这个和好的关系，来恢复迄个和好的关系。浪子伊的罪是啥物呢？无这个感恩的心。伊伫即款生活遮好的环境当中，无一个好的这个感恩的心，反倒当要将在伊的钱要甲你摕出去乱开，伊无这个责任心，因老爸联络咯，也无带厝来好好负责家庭的责任，伊就摕了伊应得的钱到外面，怎样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借任嫖赌，嫖赌就是跋筊，耗尽一切所有的财物。一直到浪子真悲惨。迄个时，当地就有这个灾难。有苦患，无通食，无工作咯，也无钱咯，伊就去找一个工作，是饲猪的工作。饲猪伫当时是一个真下级的
一个工作或者交即阵无送情形无送，而且猪所食的，别人也毋互伊食所以伫即个所在，互咱看出，当一个人离开上帝时阵，伊就伊的人做人的尊严就降到极点咯，连即个动物也不如所以真痛苦、真艰苦伫即款的生活顶面圣经怎样讲伊讲后来伊就醒悟起来，醒悟原来我顶摆所做实在是毋对醒悟醒悟起来。一个人做毋对，一个人跋倒，下下佫爬起来实在是真无背若无醒悟，继续安尼落去伊的前途实在是真可怜。结果呢，伊就醒悟起来，伊就活倒去到因老爸的家庭因老爸的家庭，伊就向天向因老爸来认罪认罪。伊讲伊说我得罪了天咯，得罪了你老爸伊知影伊所做毋对咯，得罪了天，得罪了伊，会晓得伫神的面头前，伫人的面头前认罪结果呢，因的老爸就欢迎，用慈爱的心欢迎，甲伊拥抱将真水的衫穿伫伊的身顶，将手指挂伫伊的枕头顶，将鞋穿伫伊的骹顶，并且佫办宴席快乐的来请厝边下头做人甲伊相甲来快乐。因老爸讲：我的家，这个家是死里复活、失里又得的这个家。所以浪子的故事就是恢复交因老爸迄个美好的关系，来享受伊个家庭的福气。咱世间人，咱伫罪恶当中，也是着会晓得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来恢复甲上帝的关系来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所以兄弟姊妹、各位朋友，你今仔日是毋是落伫即个罪的捆绑当中？家己无法通得到自由，无法通得到逃放，家己也是无迄个能力。人有能力去犯罪，但是无能力能脱离。人明明知影迄个是毋对，但是却无能力，无去做迄项代志。人知影会对，也是无能力来去做对的代志。所以，咱就赶紧来悔改，来向上帝认罪，决心无搁再烦恼在罪行，无搁再伫罪恶当中来打滚伫神的面头前，你的谦卑甲祈祷，上帝要听咱的祈祷。若是这样呢，神就法通互你伫危机当中、伫患难当中转换成做上帝的祝福咯。咱就切切的记得主耶稣所讲的话，特别是伫这个病毒泛滥的时阵，逐个人真惊吓的时阵，咱就记得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伊讲迄个太身躯无法通太咱灵魂的，毋免惊伊。独独迄个有法通将身躯甲灵魂落伫地狱当中的，迄个才通惊伊。毋是说咱无惊，这个病菌就忽略，无要去注意。咱现在就按照政府的规定注意在清洁的代志，出门无着别人的物件，着洗alcohol、酒精、洗手、脏靴毋能够交真侪人接触做一个应该着离群有这个距离，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安尼做，小心来
为好，你会健康，咱就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求上帝的祝福，咱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今仔日这个信息，搁再一摆来提醒阮心中若有做毋对的代志，阮毋是得罪家己，乃是得罪上帝。圣经讲，世人拢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要拯救人。耶稣来，为着要拯救咱世间人，脱死入生。求上帝灵来帮助咱。咱心中的罪，无法通靠着家己来解决，咱应该靠上帝恩典，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上帝恩典甲福气就要临到咱的心中。求上帝祝福，凡今仔日听到上帝话语、上帝信息的人，来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的，上帝要接纳伊，成做伊的囝儿。上帝要赦免阮的罪，上帝要互伊伫困难当中，要转化为上帝的祝福。毋但那是今生的祝福，也是永远的祝福。求上帝甲阮同在，特别伫这个灾难当头，求上帝你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依靠你的恩典。我咱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